你的嘛何嘛说不？阿爸我依然你的体质吗？阿妈妈要阿死你嘛弟妹吗？啊，就是可是花花。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福贡县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傈僳族歌手阿那思雨，非常激动能够与大家相约在咱们美丽的雪亮的故乡福贡。刚刚把一首福贡最具代表性的情歌《告诉我的心上人》。他古拉德的马古马送给了大家。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把一首非常好听的，傈僳族情歌《思念》送给大家。希望呢我的歌声能帮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呢也祝愿咱们福贡的明天更加美好。花花。我都叫那里子，阿是不都忙子了。
我的慈怒的四角掉。小狗。接下来有请来自大理微山的好声音小王子傈僳族新生代代表歌手左泽上台演唱歌曲《天蓝蓝》，掌声有请。Hello， 福贡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大理的傈僳歌手左泽，很高兴来到福贡，接下来。